哇，在你啊！哇，哦我已经测过啊，哈哈。大家好，今哎，大家晚大好。敢有食粽啊？哇哇！观众内底有62%、62%的人讲有食粽。哦，是。好耶！哦，好诶，我是豆无食粽的迄个，哦，你无食我已经食几礼拜啊。哇！你遐早就我开始昨有食，今仔日消化较无好。哦，今日消化较无好就无食。嗯，我们要跟他打招呼吗？可以啊。陆山讲台语，暗暗欢迎。啊，你著头一个呢？啊，你著头一个啊？我滚！安。耶！人就伫边啊，是。伊拖着去食暗暗欢迎。对啦。猫猫可爱暗暗欢迎。阿双欢迎，还有0287欢迎，白灵欢迎，还有伊利哇伊利。哇！大家五一节快乐啊！嘿，大家五一节快乐。通好开冷气啊！讲迄个有一句俗语话，叫做无食5月粽，破休啊唔敢放，就是说那个还没过端午节之前，天气还有可能会转寒，还有可能会变冷，但我们过了耶，可以开冷气了。所以给飞机上一个温暖，没事。一个温暖的家。耶！哇，欧拉虎爸爸晚安。那我们请大家来自我介绍吧。好的哦。好啊。好耶！那我们请站在最左边的李乌女士。好，我第一个。好，大家安安，我是李乌。介绍完了，耶！陆山唔通安尼哦，来换陆山。来当安尼。大家好，我是陆山，我是一身布袋戏翁啊。耶！伊小等若是跋落水会浮起来。我会浮起来，我唔惊，袂晓游水，但是我会浮起来。那我们有请莫非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安安，我是莫非。我要说什么？Up to you. Hey, up to you. There's even English. Oh my god. International. Yeah. 你可以。原来傻傻的呀。你当介绍你平常时拢在创啥？啊无你的边单讲嘛，当免讲。平常时是咧深夜的时阵开早餐，第土市就无咧食。若是大家暗时若是困袂去，会使来找我抬杠。哦。来找我按公叫。嘿啊，按公叫。按公叫专门。我是人啦，嘿啊。哦。跟他伊是人。嘿对。嘿，敢若我是人。安尼咱着后一个毋是人诶，后一个是伊利。大家好，我今日和阿辉伫我颔棍后壁。对，毋知影。你唔敢放呢？感情伤好啊！感情偌好咧。掠咧唔敢放。平时嘛是伫 YouTube 内底拍电动，和大家开讲。最近开 Twitch， 嘿。我以上公司，是吧？有没有说过？不要紧，无勉强，无勉强。我是阿辉，今仔日是我开的台，所以大家可能对我较熟悉，就免讲伤济。今日你是老大，今日我是老大。今日你上大。原底是5个人，毋过有一个还袂到位，我就甲4个人拔过来遮。叫因来比赛就对，哈哈。耶！
隐形主管呢，他们是自愿的，哎，我觉得是叫俩暗棍的呀。自愿的，问就是自愿的。好，如果你很危险，眨眨眼。哇，对，我很危险，I'm dangerous。So dangerous。那个3次方晚安，欢迎。好，鬼怪。那我们要先聊个5分钟的天吗？可以啊。我想到了，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很适合今天那个大家相亲相爱的一个很好的话题。嘿，你们都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？哦，哇，这好相亲相爱哦！真的耶，哇，不打不相，不是，就是要打吗？说话。没有人要表态哦，大家都不敢。中立，我无紧食，我拢会使，但是我平常时食上济就是南部的肉粽。真好。我是拢食北部的，南部我无食过，因为我无去过。有机会一定要去看卖。去的时阵拢无粽通食。安尼哦。系啊。去的时阵拢寒天，结果拢无粽。毋是人过年时放假，毋就是伤寒，无人想要食粽。好啦，你若去台南应该会当，无一定有肉粽，毋过应该是找到菜粽啊。大家有食过菜粽？菜粽无呢？我蛮推荐。过拢无。菜粽内底是包。是素食的叫菜粽，还是内底是干包菜叫菜粽？无菜，毋是菜色的菜，是有啲是素食，嘿。米搁有迄个土豆。还爱问迄个酱，就是台南的迄种甜甜的酱。袂歹哦。系啊，我家己是做介意的，嘿。说不定等下会考，好。OK。即马佫有做足侪迄种，应该是麻糍迄种的，但是就是做肉粽型。甜甜的迄款票。嘿。较创新的。迄种嘛。但是其实就是麻糍啊。对。但是嘛，足好食的。我是知影有一间咖啡厅啦，就是伊毋管过啥物节日，硬要出一个产品会当卖安尼，一定爱出礼盒，一定爱会当卖。伊就是5日节嘛，是有出你头拄仔讲的迄种，伊就是冰的、甜的、甜露的啦。就明明是甜点的名字就是叫粽子，它就是粽子了。超怪。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得罪的，要业配我还有机会。我想吃吃看，欢迎联络我。对啊，可以寄一盒，可能对。工商情谊。耶，谢谢。哇，后摆真正唔敢来啊。咱拢乌窟仔互盲跳。我有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就一样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，我唔知。关系的好，我的台就是随时拢这样危险哈。这边呢？你的也边啊呢？我们还隔着一个伊犁，没关系。我是某一种盾牌。确实，这个姿势就蛮。什么人质吗？你们别想轻易打倒这个主谋，是我还握有一个伊犁这样子。哇！我被抓着走了，太棒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4个人也有4个人的好处，就是我们分组会比较平均。好，那我们我们等一下是困去还是安怎吼？我们先完了，我跟我的投影片不熟。哇！是呀。好，他先维持一个睡觉的姿态。
说不定他等下会醒来，我们也不知道。那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队伍，耶！好耶！你知道你们3个人有什么共通点吗？就是怎样第一队的3个人，我们的墨菲、还有君莫以及乐山，用中文叫好怪哦。莫非君北跟落山，请问恁3个有啥物共同的所在？恁知影无？共同的所在，嘿，恁想看觅，足歹想的。拢长头，拢有白头毛。哦，我无想到呢。好，其实我咧想的是恁拢有入声的字。莫非的莫，跟有落山的落，跟有迄个莫非北的北，丢呢，丢呢，好无聊的人。我的分组依据非常无聊。这很有意思啊，触逼啊，嘿，他会觉得很有意思，应该是因为那个。来，我现在抓着他的脖子。哇！来，好，多好，还好，我们可以醒过来了。当巧的等哎。嘿，醒过来 ，OK 来啊，抓一下他的跳跳。唔对，你跳跳。我会跳跳，我没好你吼。不，我加一当真的啊！过来对，我神通广不是啦，没有啦，大家都可以。比较吹的吹舞啊！来，乔姐。哦，耶！太好看了吧？对呀，那我们要不要请好好过来家己小介一下？啊，我不清楚，我今日声音袂好呢。哇，真正是你是感冒？我声音我袂转来啊。哇哇！不要紧，今日人足济，迄个旧的人加讲过。结果就拢我咧讲嘛，讲一句等讲，哇，讲偌久啊！特别见怪拢爱讲。对，我嘛是，咱拢老人啊。对啊。啊，就老人会就拢老人啊。都讲咱恁第一组的，恁是入声组的入声队，因为恁的名拢有入声的字。多好3个人，做拄好。都好啊！谁是队友要认清楚哦。啊，好，那另外一队呢，为了弥补这个人数的劣势，我塞了一台机器人。哦，塞机器人，我以为你耶！咱袂塞迄个球馆兼裁判啦，不行啦，所以我没有要选。我等下还有另外的角色，你等下还会再看到我出现在赛场里。好 ，OK， 耶！偷看一下我的小抄。嘿，你要问，请问，问啥？啊，不是你要问你问是讲咩啊？你是要问的？但是啥物问？无代志，敢不是你？哦，无代志，我的问题。好，我再记。OK， 嘿，小等下，我是要用台语讲还是？好，不用台语。拢会使，拢会使，都讲一次。哇，好累哦，好啦。小等就是2组轮流，等下我们2队会轮流划船。然后，那个你们船上的每一个人呢，你们都可以选择要划桨还是要摆烂。我们可以摆烂，对，也在逃血困。好，逃血困。对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同一组的没有一个人划船就掷1次硬币。我们等一下会掷硬币，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的桌游，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。好，那掷硬币之后呢，有几个正面，你的船就会前进几个。忘记给大家看地图了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哇，非常精致呢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在这个赛场上面，会出现，发现我的有点跑调，等我一下哦。好绕亏哦。
我的那个，没事，等我一下哦。我的地图被切到一角了。安尼好，哦因为我有强迫症，拍谁？好，好，然后那个等一下我们会经过的，我们会经过那个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粽子。好，等一下我们那个踩到粽子的时候，对，蚂蚱，超过不算哦，超过头不算哦。哈，那踩在上面。恁迄只船爱多好打伫迄粒掌顶管，要刚好踩到那颗粽子。啊，踩到的话怎么样呢？那不打掉，我原本是想说不能回头啦，但是好啦，你们可以，你们下一次划船的时候可以倒退路，好不好？那我倒退路，系啊，倒退路哪是个超过咧？啊，就是恁技术歹啊，塞船无改，你的顶管谁干呢？各位头前赛啊你，哎对，点课一摆，嘿，为的就是恁尽量去摕到迄粽吼。好啊，踩到粽子不是直接拿到粽子哈，踩到之后我们会玩一个小游戏，耶，大家最爱的小游戏。你们有玩过5秒定律吗？无，不要紧，小蛋的是有一个题目，会有一个题目，然后对，在跟你们讲题目之前，你们那一组要选一个人，派一个人出来参战。然后那个参战的人呢，要在5秒内讲出3个符合那个题目的东西。比如讲，对啊，因为我是讲台语的 VTuber， 所以咱迄个5秒定律一定要用台语算，无用台语回答就无准算。很困难吧？所以。那另外点安尼我是不是小组会当大家伫啊？先讨论一下，再来发表答案。因为我想讲是5秒爱回答，所以应该是互你较无时间想。直接塞一个人出来呢？对，直接塞一个较衰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我现在你学伊哩的，我即摆看，我看手机，我即摆看电脑，你学伊哩的度会做会。哎呀，医疗流啊，感情做好啊，会，哎呀，对，刚棒诶，感情上好的，感情就对，那是今日的 bug， 难下，这是迄个啦，南部粽较黏，嘿，对，我是安尼，原来是安尼，耶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玩全台语的5秒定律。那题目我需要举例吗？比如说题目可能就是请讲出3个台湾 VTuber， 啊，你就5秒内底就一定爱讲到3个，爱用台语讲哦，啊，我会算1、2、3、4、5安尼。好，简单啦。讲家己讲会算。那准是 VTuber 会算啊，你若是就是啊。我若迄个题目规定甲无足清楚的，你会使家己发挥，袂要紧。好啊。比如说我也没说准备中算不算嘛？那个准备50年的也可以，嘿。不对。这个啥意思？就是安尼。好。过来就是有另外一个哇，做引导的这是啥物？这是湖中女神。水，这个就不用踩到了，这个超过也算。湖中女神会怎么样呢？恁拄着就知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那你是在什么物件啥？不一定，有可能。有经过的算，对，有经过，都有一寡代志都会发生啦。安怎唔知？哎呀，什么哎呀是安怎？为什么是安怎哎呀？对啊，安尼咱就，还有人要问问题无？暂时无。好，安尼当开始。看麦，来上面倒一组要先开始。好啦，无咱就入声组的先开始。你下做好。来。请问恁3位袂记甲恁讲，
等一下可能会拿到一些道具哦。啊，你们一开始有2颗水球，嘿，无代志，好。嘿，无代志，对啊。啊，水球恁会使甲另外一组的甲因牵，哦，牵落安怎？哎，唔知。原来是游乐园，是会滑乐船还是？会安怎咧？诶，好，安尼咱通好开始啊！请问入声组的3位，恁要认真顾船，还是恁要？请问我照顺序问好了。滚北，你有要拍拼顾船无？哇！你刚刚等啥？对啊，顾船是安怎？是保护这个船安尼哦？划船吗？ A 船哦，哎，哇，好，安尼伊就是无出力，好，你转来啊 ？Hello， 请讲话，请讲话，有听了无？有听到无？敢有听咱声有无有吧 ？Show me yourself。 ？Show yourself。哇，这么可以吗？跳有跳呢，啊，毋过无声呢。先换人看看。好，等一下改变。莫非，请问你要划船还是摆烂呢？划船。好，陆山，请问你要顾船还是要？顾船。好，哇，来，饲好好，敢听会到我的声？哇，咱之间隔一个伊利袂输，隔一个世界共款。我是，安尼我会使讲，我是你的世界。哎呦！谢金华，哎呦，一讲。喂，咁会当安呢？啊，就是要这样哦，会讲的啊。哦，是要逼人画图哦。你为了一个钱，喂，惊！会是我想看哇，有画一张甲龙许船，愿。还有跟龙船还有龙舟谈恋爱。哎，你今仔日已经甲龙船放下去啊！对啊，移情别恋呢。你今仔日甲安会怎咱袂使做伙？啊？你是讲是安怎咱3个人袂使做伙安尼？哎，喂，哦，哇，人一箱，搁一只船。安怎？我知影。我就是要看到这款大丢音。哇，无毋对。安尼，咱就是一个人，毋知影。还是敢有法度拍你的？对呢。阮爸敢有法度拍你？嘛对，你若真正无都出声，你就伫 Discord 拍字好啊。看你要伫咧倒位拍你。好，咱这残酷的世界，先来掷硬币吧。好，耶！恭喜你们可以往前进一格。往前进格。没错，所以迄杯火就是会当为头前行的意思。什么会？就是你拄则练的迄个啊。对，我无讲，对。顶角啊。头就是有算，就是那个掷硬币有几个人头，就是往前会几格。好，来，伊利，你要认真顾船还是？我要顾船。李武，你要认真划船还是摆烂？我要顾船。你要顾船哇！你唔若要顾船，你搁要讲台语。对。夭寿生活。哇，真正夭寿。无听无当。你讲迄个，哇，有人咧拍卡手。
那个有喜欢听美少女打喷嚏的，可以剪精华了。剪精华了哦。哇，超没礼貌，我是怎样？好，接下来还有更没礼貌的，就是这个由阿慧亲手栽培的机器人跟你们不一样，它技术很好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往前一个。耶！而且它永远不会摆烂，好棒哦！我想要请这个机器人当我的剪辑师。我们继续。哇，七号你回来啊？请问你这一回合要认真顾准，还是要休困？哇，刚有声，哇，有声，那可以处理一下，嘿，还是搁小等一下。无声，伊讲伊无声呢。哇，好，不要紧，你若想要拍字，会当拍字，就是拍伫 Discord， 因为 Discord 较无迄个，对，较紧。好，来莫非你要顾准无？顾哦。好，啊，陆山你要顾准无？我一摆无要顾准，好，哎呀，一摆要休困，我要休困。好，休困。安尼好，伊先处理一下好。今日毋是今日，即回合干一个人顾准好，咱来看卖。啊好，哇，好，拄则是买嘛，拄则是哦，因为头拄一开的时阵是迄个，嘿，爱看详细，这是会当为头前行的意思吼。我想讲买是无行，啊，迄哦，买是无行，对，人头是为头前行。恁若真要倒退，愈爱先讲。嘿，袂记甲恁讲吼，恁即个水球若要共牵，恁随时会当共牵。哦，就是我咧问恁要顾准无的时阵，你会使讲，小等，我会先共牵。哦，但是阮即摆也毋知影，摕水球共牵是会发生啥物代志。对，牵落才知。哦，好，天灰机，那很歹算。咱这个世间就是充满着迄个未知的。拄则迄人感觉是连着头才有准算。是。虽然伊迄头是写红色的，尾是写青色的。对。好，咱就爱颠倒兵。这甲迄个股票同款，红的较好。嘿，红的较好。较好。来，咱有请伊利要顾准无？顾。来啊，还是我所以啦。奇怪，今日我饲着啥？哦，不要紧，即摆有声。解决就好。犀利。好，安尼咱谈落去阿桑，请问你有要顾准无？顾。好，来看恁顾甲。毋过恁的机器人比恁较敖。好，来。是安怎决定机器人要顾准还是无要顾准？哦，伊永远拢会顾准，因为伊是自动的，无遐跳。原来是莫打，是莫打啦，无毋对啦。电动的就是，咱哪是电动的莫打那个？足公平的比赛，好，来，请问7号有要顾准无？好啊，够准啊！陆山有要顾准无？有，我要顾准。莫非有要顾准无？有啊，顾准。有啊。到底哎呦，搞冲了！喂，哎呀，哦，安尼是安尼是两个，搁一个。来，伊你有要顾准无？咱个计，咱应该是计两个吼。对，算较即阵我才了解。恁开始熬算啊？就要打仗，我即摆哟，
你晓，我就要晓，嘿，来，谈努起啊上，要过准无？好，够准。爱恁一个人过尔。哇！啊，那恁讲，那礼拜拢，莫打，我是讲靠莫打会使行一架，上无嘛会使行一架安尼。有理，伊讲的拢有理，因为伊是伊利，哦，多谢多谢，我的单子，我的单子啦。来，请问莫非有要过准无？够滚目有要过准无？够准。落山有要过准无？够准。来，三个人。哎哟，两粒头。啊好，超过啊！赛过头啊！哎呀，恁个这粒脏小闪。哎呀，哎呀，来，两位要晓还是要过？我要晓。哎，咱出一个人讲尔。会过，再讲会晓。我要晓。因为咱有安电动摩打，所以会家己行一架。啊，咱应该是差一架吼。还是啊，人有着才会应该。那我要休困。嘿，咱这回拢休困，互摩打造一个。来，咱恭喜这两个人，啥物代志拢无做，啊，毋过食着一个章。是啦。请问两位上要来挑战这个5秒定律的部分。头一摆我先来试看卖话。好，伊利先。来，咱开始啊，随开始哦。好。章内底会当包啥？5、土豆、肥猪吧、鱼煲啊、辣子、香菇。我是讲5项。5秒3项。5秒3项，我超崩。你讲啥？你讲土豆？土豆、猪吧、哦，鱼煲啊。哦，顺续来大家分享。那我会讲米哦，啊，我袂要紧。有嘞，有米哦，啊你买啥？来，恭喜你摕到一个奖品。一香花茶啊！香花茶啊，好。香花茶。对，这是哇，中山。毋对，而且迄个这是有一个隐藏条件，就是若讲会出来伊台语合做啥，就加送你一粒章。哎，水啦！恭喜！对啦，水。你要家己挂，还是你要互你的队友挂？好莫的。会使啊！来来，莫打，我是讲挂电莫打顶头，各位较乖无？在恁。好莫打，还有好莫打，哦，确定吼。哎，好莫打，好诶。确定。好莫打，你有解高追呢？有影呢。多谢，我会。好，请问咱这个入声组的，你要倒退路还是毋免？这张定无？免。请问恁3位要过还是要晓？够准嘛？3位哇，够准。嘿，回头真惊。哎呦，向前行！向前。两步。恭喜！你这个乌中女神，毋是我查甫的，愈来愈近嘛呢？男神愈来愈近。哎呀，请问两位一摆通来冲一下，我要过准。够准。啊，上面小个无啦。我看到，来，请问入声组的3位要冲无？冲，好，拢冲哦！拢冲，哎呦，冲足紧的呢！啊，毋是这个哦，是后一个哦，因为我是头插伫遮，哦，颔棍伫遮，哦，头插伫遮。好，哎呀，好，惊死！请问两位要冲还是要晓？
枪，枪好。哎呦，哇，嘛是共款，哎嘛，赶快两个好。来，请问咱入声组的应该是要枪吼。枪不要枪，这个我学好啊。哦，好，不是可以啊。袂过头，袂过头。过头嘛不要紧啊，经过经过中单性的，赶紧炸落来。枪好啊。哎，袂说炸客停车赶快赶紧炸落来。哎呦，你是枪手还是枪好恭喜哦！三个。对啦。啊，毋过伫这个时阵，恁手中有一粒水，有两粒水球有无？追求，一粒水球无细枝落落去这个海底咯。哎呀！啊，所以请问你们钓的是金水球还是银水球呢？拢唔是，拢唔是。拢不是哈。哇，你是个很诚实的人。那金水球跟银水球也送给你们吧。耶！咱咧最近是冰的吼，冰的敢冰个听吼，无建议摕来甲人牵啦。危险哦！危险！哎呦，无建议，但是嘛是会使吼。是，无建议就是会使。有迄个物件，有迄个建议售价有无？啊，有的店嘛是卖较贵，伊就是无接受迄个建议啊。有安尼哦。有啊，嘛是有啊，太无了。哦，好，就是讲，安尼好加载，就是讲，逐摆经过拢无好代志。什么意思？你对阿慧是有啥物偏见？这不是偏见，这是经这是属实。哇！叫你骗过伤侪摆。哎，有影。我是联动的骗子。咱邀请两位要抢，还是要等，我有问题。哎，请。阮头拄会当为头前行三格，啊，即阵是爱冻伫遐，还是阮会当甲行了？咱小牛一下啦，咱冻伫遐的。哦，好。轰炸插落来，先冻一下。是不是阮拄啊讲你的歹话，你甲阮冻？不，我敢是这种人，回去。我敢是这种人，我毋是啦。你安尼，我是做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哦，好，我就帮你说。继续。请问两位要吓还是要冲？冲哦！哦，冲哦！哎呦，冲对耶！哎呦，来，咱入声组的，恁家是做者？冲，拢冲吼？冲，来，有偌好运啊，袂歹呢。好啊，差一点啊呢。看起来。来，请问另外两位要冲还是要歇？冲啊！冲，看一道有法度无？哎呦，再差一个。搁对莫大搁一个，好，来。哎呦，入声组的，请问恁要共牵还是要冲还是要歇？我即个歇好啦。来，好。嘛，有结合啊。啊，独山。好，我搁准。好，可以啊。哎呦，来，哎呦，上要挑战5秒定律。我袂记题目是啥，我无法度，没办法给你们暗示。先塞一个人出来，再过来讲。凊彩塞一个人来。哎，对。我凊彩掠一个人好啊，无非我甲你上届无熟悉到你啊。好，挑战。好，挑战来，请问，对。请讲出3种天气。黑暗天、风台天、落雪。哎，袂歹，水。
黑暗天、风台天落雪，落雪好，袂歹袂歹。所以来，水呢？恁赶快摕到这个奖品。所以哎呦，约会的呀！哇，你知影这有做香花茶啊？耶，赞啦！啊，香花茶去倒位，不要紧 ，copy Copy and 一 paste。你家己挂是互你的朋友，应该是你的朋友。好啊，像你吗？边啊，这两位啊，是吼。啊是啊，你要家己挂。你创啥？会记你创啥？无啊，哦，港西人哦，好，哪来问好清楚啊？你要家己挂是互你的朋友挂？好朋友挂好啊。你要互啥？因袂当拒绝。啊无安尼刚好，好啦，棍巴好啊，好无？伊袂当拒绝，所以你嘛毋免甲伊问。啊，我就讲，袂人挂啦。迄好诶啦，迄好米啦，免烦恼啦。哎呀，袂复杂咁啦环，乐呢？哎呀，你安尼讲，我就那我那肉粽无话一个，啊对呢，对都啊无，咱对会之记，前遐无话，对，我给一个肉粽。歹势。嘿，我若有袂记诶，爱记你抗议，无我真正会袂记。好，安尼咱另外一组诶，敢有要冲？冲，凶，哎呦，哇哎呦哎呀，惊两个跟莫打一个哦。好，水，来入声组诶，请问恁要冲还是要冲？我来考虑要用水球呢。你要用无？你要用普通诶，还是无建议人建诶？铜金的，我要翘起来，我要鼓起来。无，我先看普通的就好，先看普通的试看卖。我先看落啊，那个价格像先很回击，刚会使指定，会刚会使指定要等。你无你就是牵另外一组诶，无你会使讲要牵火纸，看会发生啥物代志。哇，都无险。嘿无，我先行普通的步就好啊。普通诶部应该是牵另外一组诶吼。哦，啊，这是啥？感冒之轮，对，感冒一轮感，然后水牛牵着，到底敢会感冒？哇嘛是真无代志，无代志。为什么？要紧来，搁剩一粒啦，恁两个为什么？人落好运，才有法度。是啦，哇！啊，毋过恁要是会当顾存，嘿，安尼恁要做伙冲无？冲啊！冲啊！凶，你看差一孙啊尔。哎呦，哎呀，冲无够力。一点啊，另外两位要冲无？凶啊！冲咯，哎呦，恁这莫打真正足厉害呢，一个公平的 game。哎呦，一定要找一个时机，甲你莫打解决掉。这个有够恐怖。我真正会惊，我真正会惊。 no， 来，我三保护位，咱家的莫打。请问三位是要，搁要牵水球，还是要冲？我冲你两面零先冲这样最好啊。先冲，先冲再看讲。我也是改给，好，有理有理。安尼哇，来另外一组，请问恁要爱，应该是敢若要冲啦，哎呀，冲啊！还是恁嘛要牵水球？诶，诶，哎呦我，是想讲，两面啊，再来牵看卖，好，那就冲啊！冲嘞！那就冲好。哎，哎呦，诶恭喜哦！对，这是两架，啊，哎呦毋过遮拢是一架，所以你已经到位啊。嗯，啊，到位啊哎呦！对，都好到位。请问，我袂记你是啥？
来，食食哎粽，请问你要爱什么粽？哦，南部粽、北部粽，还是菜粽咧？我食三滴油饭，这我袂使讲问。哇，你家己讲的哦。你家我己讲的因为我哦。自细汉食的拢是三滴的油饭，无法度，这我无法度参考。啥物件？啊，北部三滴的油饭啊，系啊，就是那安尼哦，嘿，食啥物好？哎呦，食开讲笑了，由你来决定，我无法度做参考。我感觉南部的较好食，我建议食南部的。好，那食南部粽。南部的，嗯，就是南部的肉粽。恭喜得到一粒粽，哎，所以对，那选北部粽，这边安怎？无啊，就无提供这种物件。哦，啊那菜粽咧，菜菜场粽会加付你迄个一包迄个酱，嘿，哎，所以哦，啊就敢会使讲看，啊，我无想过这个问题，你问了做好诶。你们讲天？是讲拢是一包啊，个内底滴水，得酱。哦，哎呀，水唔放水，呢？歹势。因为我发现恁有莫大，恁走足紧的，有淡薄仔无公平吼，所以咱有这个对吧后来居上之论，哎，等下，是毋对啊？第无，嘿，第无，淡薄仔造诣，对哦啊，啊有啊有啊诶，，若是感冒是啥？就是互水球牵着哦，感冒会安怎？你着发烧对啊啊，你着一回合袂当叮当安尼。哦，哇哦，哇，哇，真两三四，恭喜哦！哎，讲价啊，讲价啊，哇讲价啊，讲价迄个拍拄平，请问明恁要讲牵，还是要冲，还是要安枪嗯，我嘛冲，能冲会好啊？好，来哟，冲冲冲，一定要成功完。来，请问另外两位，冲冲，好哦，冲咱一直冲就对啊。嘛是啦，应该是免考虑遐济。另外一组搁差4个，啊毋对，恁搁有莫大哦，歹势。另外一组，嘛是冲，冲，好，无问题。哎哟，哎安尼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，袂要紧，搁有机会。来，另外一组的，恁搁差2个尔。两个，哎，嗯嗯，嗯，那呢，即摆我晓，好，谈你看上冲。冲，好，安尼敢会哇，啊，诶啊，一个，这个来，另外一组的搁差3个，恁要做伙冲！啊，枪啊，冲，那总有就哎捡到呦，哎呀，高，差一点啊，来两位，休困。好，安尼好做汤阴狗。捡到第二粒粽，头拄是送迄个参加诶，的，差不多是我，安尼，咱互塔努克亚上表现者，好，准备挑好战一下。挑战者，请看麦，请讲3种饮料，奥利达 B 好，各有无？5、4、酒3，过来过来。 ，Whisky 是咱的兄弟。哇，太懂这种，你平常时啊拢啉这种的是啊？这恁真济哦，三酒，有咧啉，有咧啉，哎呀，恭喜摕到2粒粽，茫茫到千间啊，干嘛呢？嗯，来哇，入声组的，
穷啊，无要讲 Ken 哦。无啊，哇，头头会写是足痛苦诶，连动遮痛苦了。姓穷好啊，我感觉我无向好运。我头头咧想讲，飞弟恁有3粒机会通捡，对呢，虽然有迄有个3粒通捡，应该是无要紧啦。好，请问两位，冲呃，冲看卖，哎，两行件一个，莫大搁行一个，来，另外3位共款抢吼，穷啊，要讲 Ken 无啊？三粒头，无要讲我 Ken，应该是无，应很该是薄，哇，你拢遮和平，三粒头，还有一粒，啥物头一粒？你要 Ken 一粒是吧差一粒。无，我头拄讲因迄落钱欠一粒头，对，嘿，啥物钱欠一粒头？就是你咧练迄啊，个你练银角角啦，银角角，嘿啊，银角角的头啦，因若搁一粒头，就会使含你相会啊哦，诶，安尼。歹势，请问另外一组两位要抢，还是要讲 Ken？爱看看卖无？好，Ken 一个。是要 Ken 阿慧，还是 Ken 另外一组？诶，你若甲我看我你就惨了。我惊！哇，哇哇，这家袂去，这家袂去。要定啊，哇，一粒搞定。你看家己，哇一定个停，一定个停哦。安尼我看看卖阿慧，好，会发生什么代志我毋知。啥物代志拢无发生。歹势，啊，歹势，好，OK 无猜一粒。嘿，我感冒嘛袂安怎，我也无要告，我无要告准，它有差。你即摆已经是唱水底，所以根本无差了。嘿，是，啊啊，已经身躯淡落落啊，根本就无差。无差，无差，无差。不过干嘛呢？好是，那呢，咱即摆要应该是要，我经要冲，嘿，我要冲。好，冲！哇，龙克哇莫达，如果是是安那？会使行到这乌中男性，恁无欢喜哦？来，冲无？还是应该冲吼？穷啊，穷，穷啊，耶，恭喜哦！耶！对啊，耶！我想看卖哦。哦，有一个毋惊水的吼。嗯，好哦，，草头。咱这落山无细字跋到船咯。哇，请问你落落去水底是金落山，还是银的落山？那会讲哇，哦，沙头龙都说唔是，都唔是，拢毋是吼。嗯，我了，歹势啦可，以，我们没有金落山跟银落山吼，所以互恁两粒章艺术节。就是讲流传咧，我想讲，遐搞刚传节，金的了，无因为落山甲银的，头多一粒吼，两粒嘿无对是，嘿，变3粒，耶，恭喜哦！啊，唔对，是3粒，那是2粒。嘿嘿嘿，诶，该倒安尼转来无毋对，加在看。所以来，好耶！请问两位要冲无？应该是要冲。穷，冲，我要讲 Ken 无？我毋敢无，爱 Ken。唔敢吼。我毋敢，我惊。哇，惊两个好，咱差一点啊！入声做应该差两个。他能我感觉会当穷者，你落山下面咧，因为头发食水啊，穷，
三位拢冲着。也应该无遐拄好3粒头啦。诶，啊，无代志。哇，恭喜啦！所以都好 Q 着张啊。上要挑战。这样，呃，啊，无我好啊，好，春阿好，我来。五日节会当创啥？会当创啥？五对，食五时水，嘿三啊食粽，啊看龙船，看阿慧龙船节目。啊个有把迄叫啥物？蒲龙，蒲龙是啥？你毋知吗？蒲龙啊？蒲月哦，芙蓉，哦，我毋知。我唔知影呢。我国怎样寡臭我就是毋是爱把爱草甲蒲龙，对啊，厝诶无咧做。我毋是爱汤，啊，系呢，迄个汤罐，了解。好，你有讲超过3项啦，有过。超过啊！头一个是讲五时水啊。系啊。好，啊，搁有，第二个是啥？我煞袂记。听，食粽食粽，啊，第三个是看龙船，看龙船，啊，所以就是爱抹草啦，抹草甲蒲龙，呵，耶！诶，奖品是一粒水球，搁一粒粽，哇，那个给所谁？以会使共牵。这是一个这鼓励暴力的游戏啊！来，你的代真正无爱安尼。请问伊你是走去倒位？啊，我走去倒位？我哪无去？对啊，你哪会无去？我哪无去？等下，哇，无欢喜啊！我自己牵着啊，等下。哎呦，你落水才对啊！有人拿去水底啊！啦。那会走去？等下哦，随来。好，不要紧。会使先等台的时阵，你会使决定要冲无，还是要共牵？冲啊！唔敢吼，唔敢牵，会惊。会惊。互恁囝两家来另外3位应该是要冲吼。我冲。啊，有要共牵无？我感觉我唔免。我慢慢。新买小蛋一定爱好。哇！哇！总算是互恁做一摆冲足紧呢。尽量啥？好，来，另外2位冲啊！冲啊！来冲！啊，差一点就成功。我点一点。哇！所以来对3位来讲是一个困难的决定。我先买。好。我冲。冲，安尼我嘛冲。好，2位冲。哇！我冲过头。差一点啊！你相信对无遐好运着？这到底是运命咧创治啊，是阿慧咧创治？应该是运命。好，请问另外2位应该是差一个。跳困。我连袂倒对呢，那呢？等下。上要挑战，还是我先掠你的跳跳？我伊利。好，会使，好，换我来挑战。好。我连袂入去你的 BTS 内底，是安尼。哎呀，我看卖哦。我个试看卖。啊，伊当线，我爱定星期的主持。好，不要紧，等待。有。好，安尼咱先来挑战了。嘿。好。啊，请。互电脑走者。好，不要紧。咱啉一寡水，小喝。啉茶。啉茶，小下茶者。好啊，先啉茶。
要出来袂？敢若爱个小等者，对，虽然无讲画水会结冻啦，啊，毋过电脑是会结冻无问题，电脑结冻高兴。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。嗯，加油者，恭喜你！哎，这电脑加油！但应该知影会安怎做吼？啊，我转啊，是安怎？这是跳跳还是？ VTS， 啊，啊，人较大张，嘿。我甲你掠倒转来，掠倒转来水啦！啊，互你无通走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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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起来足欢喜是咧安怎？啊，挑战啦！好，请来，问，请讲3项伫电影院袂当做的代志。翕相录影，开演唱会，是无毋对，那个有真实哦。有啊，我就是介意即种的。就会啦，有想哦，想要食见到其实我拄仔嘛是想着唱歌，袂在个电影内底唱歌。是，你的答案较正常。我是讲真话，啊嘛是啦我，头头想讲讲电话，我讲电话应该，如果电影伊内底有变数呢？你讲，无啊，但是我嘛是讲阮伫咧内面讲啊，哦，哦，啊你要伫变数开演唱会，我嘛是。哦，好啦，应该是有准算啦。差不多是讲，我刚才记你开演唱会，翕相录影，翕相录影啦开演唱会，安尼恭喜摕到2粒赞，对啦，耶！加2粒咯，在我们就是通食到明年啊咯。哦，你发现啊，这就是咱今日这个节目的这个，互大家这个爱坑领导会，就是赞食袂了安尼。明白。哇， 3位要冲无？抢诶，啊要共牵无？凶啊，凶，凶啊！有要共肯是毋免，嘿，毋免哦。哇，恁拢做哎，因兜有某大像休困嘛是会当行一个。来，另外2位有莫大的、较了不起的，请问恁要冲还是要？冲嘞！改变。其实头一摆听到有啥声遐济呢，对啊，伊是遮趣味呢。插头浸水要离开啊，还是？哇，离开。诶，呃，咱的想啊神，我袂记题目是啥。哦，哈，要跳，等下头拄是对一组，跳去倒位一？组咱一组，会当，敢若会当跳一个所在啊，无要跳害羞。我是来啊，大家再见。喂，买啦！咱干啊，你就爱出迄个深海笑路的 cover。哇，咱讲够有位，会使的。咱互迄个伊利甲谭努克亚上决定，恁敢有希望伊跳槽过来？咱敢爱加一位，互伊来使准。我好啊是，在准的呀。哦，好，你讲好，我就好，会你哇，这很好答案呢。哇，哇，最后来食账啦，做工课呢。来食账，知影恁的愿望实现啊！哦，耶！你也过来，你也过来咯，嘿，欢迎，欢迎马辉。耶！哇，啊，毋过上课，哦，上嘿，课要安怎？上课啊，我因兜有3个人，佮一粒某答案的哦。我饲袂着。
请小蛋，对，看会上辛苦。来啦，这只送人啦。哦，会使，你讲白啊，你讲白啦，我你讲白啊，人家在讲白啊。会使。好啊，你是只送阮。诶。我早就给你。学卡。对。啊，这兄弟啊，嘛做伙过啊。啊！伊过伫顶悬啊，哪有法度？哦，哇！大家算真正是足忝的。有影吼，歹势啦，逐摆拢互恁算即种忝的。好，安尼啦。你卖考。这图我平单改吼，大家看有就好。无问题。来，恁这个道具足济即组请嘛。手会地啊！两位应该要冲吼。冲啊！哎哟，行两架好，来，请问三位，冲，好，冲，哇！哎呀，对啦！哇！有无讲啊？来，我大就无讲啊。真正呢。不要紧，咱个继续冲。好嘛，要冲吼。冲。好。安尼恁行一个，莫大，佮行一个，好。来，三位佮差一个，恁是要送要歇，送要冲？我歇，差一个尔。我歇。那你我冲，好，冲看卖。看一个人冲。来看伊你偌高，好。哎别！歹势，无使出去。莫大做诶，恁两架哦。对，差两架哦。那呢，我先休困。安尼我要冲。一个人冲。哎呦！啊，毋过有莫大。讲位啊！来，请问恁要冲还是要歇？恁差一个尔。我人冲看卖好无？好啊，安尼我冲好。好，我歇。哎，拢总一个人。够准尔。好。哎，有差，是。上要来挑战咧。来呢，换咱新来的莫非来试看卖好啊？好，跟我也好，好。来，请问五时水会当摕来创啥？我是水是安怎？是啥物？社会想法。水就是在一点到下晡2点嘛，这中昼这时阵的水，因为这氧气上强的。是。对，就是你就是爬起来了后，搁拍30分钟的拍完呢。是讲爱伫5日这工到神，这是上盖迄个。对，上盖强的水。你不一定爱讲正经的，歹势，你讲一定会使有无正经的，这会想法一定会无正经的。安尼就是洗身躯啊，泡水啊，血啊。洗身躯应该是普通的啦，应该是有啦。洗身躯还个普通，我头拄在想讲煮面、煮汤、煮饭嘛无问题啊。我是想讲，你若真正爱摕来抢马桶嘛，是无你的法。对，抢马桶嘛，你摕来啉嘛，摕来。哇，安尼嘛是真宽容诶。啊对。啥物拢会使。只要是水会使做诶代志，是。好啦，有讲到3项就好。好啦。来。这个较困难吼，互你3粒。哇！哦，我只想。等，咱变9粒啊！
数学歹啊！颠倒减一半。好啦，咱迄个莫达州的，请问恁有要讲 Camber？我想我感觉通来看解释无？棍巴你感觉会当牵金水球还是银水球啊？哇！我感觉互人破杯就感觉无啥好算。所以红迄个头壳破一空较好算，哇这个哇意！思就对啊，这个意思就对但啊。是我毋知影你这两粒水球是后壁是会当加分无，还是哎呦，互人摕？想法咯，这输掉。哇！哦，看起来我只是无想到这波。牵普通的水球好啊。你要牵普通的水球呀？嘿，安尼先普通的好啊。来，另外一组敢会感冒咧？哇！为什么？明明感冒会较大，为什么？可怜。我咱绝对无感冒。你要加一咱较用惊啦，有影用呢？哎呀，真正有得用诶，哪样呢？可能水我食去啊。还是要刷刷去？先冲啦！两位拢冲吼。看若无好啊，无练着。哇！惊足紧的咧哎呀，！三个，冲！好，来，冲！三人组，恁要爱拢冲吼。冲嘞！冲！哇，惊这个呢。来，莫大组的应该嘛是冲吼，恁个有要 Camber？无啊，将先先买，冲真是。哦。有牵甲无牵，其实就变甲差不多。无练着无好。我无想到安尼呢，我毋知恁遮用呢。三人组的应该嘛是冲吼，恁有要 Camber？是食肉粽够唔先免唔免，冲！冲先冲这个讲， OK，因为若我去牵，我会互人算小，哦，你会惊好？我会惊。莫大组的有要赶 Cam 快笑。阮即马伫咧倒位，好冲！ OK，哦，哎呀，哎哟，会会使会使，恁互乌中男神砸落来。请哎呀问你喜欢损人还是利己？这毋是共款的，无一定有讲，无一定啊。嘿，无一定。你会使过害人，是嘛会使过对家己好。对家己好，敢若害人，家己嘛无我是偌好。最个给我。嘿对，哦，先对家己好。你咱对家己好，俗语讲，人咧做天咧看。确定吼，哦确定吼，有道理。对啊，你安尼讲，我就惊咧，你袂负啊，袂负啊。好先对家己好我问好玩的，其实拢共款啦。啊！减对五粒，手，对敌人自卑，就是对家己残忍啦。啊！所以对敌人残忍就是对家己自卑吼，安尼，哦，这样减五粒，家己算这样就甜诶，哇，安尼不要紧，无咱无这这5粒是会对咱家来啊，是蛋会互我落水底，食去，啊会叫你食食巴肚枵，啊，是蛋落水底。哇，其实照原底团选哪像有这部分无毋对，嘿咧，哇，大家原来你变传说的一部分去。啊！来三人组，敢有要共牵？冇免，我冲，先冲，哇，嘿真先冲有礼貌。莫大组的，恁搁差三个，感觉
我早上被冲，冲，冲哦，无要甲人牵哦。太我即马就无信心嘞。牵也牵袂掉，我无信心。就是连续失败3届，我真正是我就伤心诶。习得性无助。好，无代志，这读教育的人才知。好，请问三人组的应该是要冲吼，你有要甲人牵无？冲会使交互另外两位牵，我唔敢。你唔敢？冲！哎，谁啊？你有没有进啊？我惊，你在惊啥？我惊，可能是对你无好啊。哇，哇，啊，一个。一个，莫大组的，恁搁差2届，恁想要冲，两位拢难呢，我行过头，但是应该袂遐尼幸运变掉头，所以我嘛冲。好，到底爱。哎呀，冲过有咯！命啦，有命就是安尼共创治啊！真正有咧创治呢。来，咱三人组，冲啊！冲啦！咱赛中午应该就拄好。我最近啊，哇一个，好，来，莫大组的，你有要倒退路无？你也应该使倒退路。会当倒当然是无倒退，哈，会是倒退路，会使倒他那退路？安尼倒退一步，安尼我即摆就休困。好，两个拢休困啊，互莫大倒退路一步就对。对好，来上要挑战，安尼我好啊，好好，咱有请阿慧捌做过什么系列的节目？可以呀， 3项哦，可以呀，三项都他会讲一半，做过节目，阿慧做过系列的节目，系列的是，卖快，哎，啊个 YouTube 录上问，然后哦，加问的，不是嗯加访，我讲讲是问，哇，嗯来个，互你3秒，搁一个2，十单哦，10单哦，这敢有算系列？有一个10单的系列啦，真的嘞，好迄名好出啥？猫迄名我出啥？我做啥？被这我讲省，啊？什么啊？什么？ ？Game show？哦哇！哦，心肝，哇你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哇，无可能，无可能。好啦，这好好啦，有讲10单，这个阿慧是一个心肠足好的人，嘿，互你过，互你过。阿慧有一个10单的系列，好做哪有可能，哪有可能啦？那可能差一点我名就出来啊！逐集拢会靠一个无共的人甲伊讲话安尼啦。我是pinpin啊，我搁想讲后摆要招你来呢。我想讲你要出海神进前替你宣传一个呢。好啦，互你过啦，互你过啦，今日过节大家欢喜啦，来欢喜，家长，家长，哎，上，那个做好个啊手，无伫巴士顶头，毋是我。咱三人组的，有要讲牵一个天发节无？阮剩一个哦，啊，是吗咱无物件啊，迄粒红食啊无安尼，无去啊，安尼无要我牵，胖胖去啊！冲啦，冲嘞互你牵啊！起啦，咱拢盖好，无想要共牵。哎呦，好评，好位贵啦，
哎呀，人讲论气求财，吉气就小太。哎呦，哦，哦，哎呦我是哦爱看小台呢。哇，哇，大家都我知影你是爱看这。好啦，咱莫大做诶，想要冲啊！胃头前哦，嗯，胃头前好，嗯，是。我们偷开路啊！各位堂客啊，应该无遮恶质啦。你想讲你无讲，我会互恁倒退路。系啊，哦，你太哦，哇！原来我伫乐山的心肝中是即种的。已经变做这种想啊。不要紧，来三人组的，敢有要甲人牵者？敢有要甲乐山牵者？冲！哎，冲先冲！你这个西人诶！无啊，哪有？恁鸟车阮家己报啊！这个甲我感情上好的乐山组的，请问有要甲人牵无？我姓冲，先冲吼。哇，不要紧，有惊一个。够惊！来三人组的，无要甲人牵啊？冲啊！冲！我想要牵一摆看卖，你要牵一摆看卖，嘿，都牵一粒牵一摆看卖。牵落来。爱的是伊利哦。温馨配这摆我已经准备好啊。无感冒，好可怜！哇，差一点啊呢，做刺激嘞！哇，优惠哪样呢？点有保庇。对，就是讲到香花茶啊。哦，这两位袂感冒，敢若甲我上好的乐山，因为无香花茶啊，所以感冒啊。我跟你说，啊，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。都毋是我无要互你怪啊！你爱问迄个时阵，要是朋友的莫非对无？是伊互阿慧怪的嘛？伊互阿虎啦，毋是阿慧啊。我得休困一摆。是，感冒就爱休困。啊，毋过头拄要是依你因的会合，请问恁的冲吼？冲！恭喜恁囝两个。啊，感冒就好好休困哈。啊，请问今晚有要顾做无？我要冲。啊，你有要报仇无？要甲因牵无？是为新民见习性，我无爱报鸟树啊。无爱报鸟车湾好。哦，乐山有听到，毋是我的问题啊。哦，人无爱甲你报仇，我嘛无法度。不要紧，不要紧哦。哇！哪会够机会嘞？哪会够机会嘞？来，三人组的冲哦！冲嘞！你嘛无通讲牵啊？啊！哎呦，对呢，你爱安排哦。隔天来看啦。真正袂使乱牵，真正袂使乱牵，歹势。来，这个无爱报鸟鼠仔湾的这组，请问，恁应该是要冲？安尼我感冒好啊，你感冒好啊？好，用诶，真紧就好。啊，你赶快冲！冲！冲！喂，是安怎啦？感冒打好，无遐迄个啦。迄人无够饱。是。来，拢毋捌感冒过诶三位。冲！应该免考虑吼。哎。安尼讲，讲嘅，真两个，是。差一个。哇！你应该无要报鸟车湾。挂莫大嘛会过。是。免练啊。来。耶！请问你讲单花季这颗安怎？囡仔人好到3点，我全部拢要选。我惊你，我惊
那是无选择你要爱的，我惊你会甲我报仇呢。免惊，惊嘛无效。有迄个开讲式的，互咱建议你会当参考。要删倒一个，惊袂着定啦。是。倒手柄，倒手柄啊！倒手柄好，倒手柄。确定吼。爱先讲报。嘿。啊，反正这对我来讲，我你甲我报啊，对吧？两边拢是报，其实无差。两边拢是报，两边拢是报啦。好啦，多谢鹅乐啦，吼，就安尼。另外一边呢？另外一边哦，恁真正想要知影？想要看？我想要知影。就我会做一寡怪怪的代志嘛，非得我做奇怪嘛是恁讲的，嘿。分数甲后壁的，即马咱是分数甲头前的。哇，你就是甲你学了就对啦，我知影。差一点仔就会使扣着1粒赞。对啊，差不多就稳诶。哎呀，好，安尼咱三人组应该是冲吼，冲啊！应该嘛无通选啊，其实。哇！当下无得打的，毋过敢若洗几轮。来，咱莫大组的有要甲人牵无？我要冲。好，冲吼。冲。好。哇。行较紧哦。哎呀，三人组的应该嘛是敢若会当冲。冲嘞！哎，啥啊？哇！呢？伊利哦。哎死啦！我无说是牵着啊，结果变安尼啦。袂当做歹代志啦。真正袂使做歹。来，拢无做歹代志的即组，毋是你嘛是有用一粒水球呢？好。你牵2粒啊？啊，2粒拢无掉啊！安尼就算无做歹代志哦，好了解。啊，我也无讲啥。好了解。对。应该是要冲吼。冲啊！啊，无要牵哦。我毋知影，我牵袂着啊。看棍棒有要牵无？无。刚刚我也是。有啊。只能来牵好啊。啊，什么牵？到什么时阵牵？较晚嘞，较晚诶，好。较晚才牵好。较晚才牵。2波。哎，你若今日较硬诶，毋是足重诶。啊，你若后袂牵诶话就无去啊。啥物件足重？讲黄金诶水球。黄金诶。就是我诶身体足重咧。黄金个黄金诶，黄金个包银咧。无一粒黄金诶，一粒。甲别人性命是一个包银诶，是一个包银诶，是。三人组应该是冲吼，冲嘞！我即摆已经无啥物选择啊！哎哟，拢咧休困，不要紧。哇！哪？无可能。莫大组诶，哪有可能？哇！你要牵者，还是直接？莫大做莫大的代志，行较后壁对因较好诶，无阮无要做歹代志诶，阮无要做歹代志。简单棍棒，想要做歹代志的时阵，干嘛呢？好，所以2位。好啊，先冲。哎，冲哦！小等，我拄则无看到阮伫咧倒位，阮拄则无看到我伫咧倒位。敢若会使，我会当休困。应该拢休困哦。好。来，请问2位上要挑战。即摆换我好。你甲我感情上好诶，你来。甲你感情上。哇！请讲3项伫便所内底看到的物件。卫生纸，卫生纸啊，通马桶诶，加鹿马桶诶，
啊，安尼敢有算？算啦，是听有啦。你先生毋直接讲马桶咧？我是咧想先说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对吼，对吼，讲马桶的愈马桶的，搁卫生纸呢？好啦，恭喜啦！搁恭喜摕到3粒赞。哇，哇哈！对，像我即摆讲到变数，因为后礼拜我要来看大家变数，大家当投稿哦。OK，等下，夹唔对啊啦，加了唔对位，水球袂当食。我因只叫个一粒，对啊，阮水球个一粒袂当甲我头食去。无3粒。诶， 3粒赞。黄金的嘛是水球，爱互伊尊重。来，我看即个局势吼，看起来是对三人组淡薄不利啦，无咱也是来，互因后来居上。哦，耶！金赞，今日我是叫水球，金水球哦，长是啥物事？今日水球到底会使创啥咧？真很侪很侪物件。一粒啦。来，安尼咱三人组，请问恁要应该是拢要抢啊？你有要共牵无？我唔敢啊。无啦，真枪，即粒确定无建议共牵啦，这是我良心的建议吼，啊，恁会当参考安尼。好，我毋知影你有良心呢。是。哦，咱即个毋是两雄免讲话啊！我想过伤心啊！你加菜，为什么你喙齿拍干？莫大做的来，请问你有要做歹代志无？还是你要直接抢过咧？我会当冲。我讲啥？冲。穷，啊，饲毋对啊！歹势，啊，这就是这，安尼，哦，饲着迄自动一直咧袂停的。好，来，咱即个局势对即个三人组哪像足不利的，无咱要是。过来一摆，过来一摆，公平，足公平。哇，哦，那不是拢是水球呢，恁甲水球做有缘呢？哇，牵落，哇，敢有影？牵落哦，你讲的哦，Tanuki 啊上讲的哦。好，会使，牵落，牵落，哇，造诣，耶，反正我练得拢无感冒，我身体就虚诶。毋是嘛？敢一个人会感冒，另外2个拢有迄个兄弟啊。好，三人组要抢袂？枪，枪，好，抢啊！哎哟，敢若惊一步呢。哎呦，好，来感冒组的。哦吼，应该是要过阵吼。你有要报仇无啊？好啦，好啊，啊你要牵正常的还是无良心的？我先看，今晚就很那个啊，哈？我今晚很加劲应该不要紧啊，什么？很加劲应该不要紧啊。安尼普通的就好。普通的吼，有良心，袂当做歹代志哈。到底敢会感冒咧？感冒，别，啊，感冒啊！哇，感冒啊！安尼恁这组应该要过阵吼。我感冒啊。对，你感冒啊？安尼敢一个人会当过阵？哇，惊两个，你要到啊？差一个就到，哎哟！哇，真无拄好，这3位拢感冒，无都叮当，哎哟！哎呦，安尼会使搁洗一摆，会使，你们有机会。对这里去洗，我要赢。哦，
哎呦，哎， OK，耶！哇！等下真正有门有机会大家在位， 3、4個啊，講一個呢？算是假，安尼，我要控制無？安尼。咁講是佫牽一擺，還是天牽水球，還是？看你面皮敢有夠高，看起來是無夠高好，安尼無法度。我面皮高，我面皮傷薄，我都。哇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安尼咱不要緊莫大這就是咱的洲命。莫大洲的休困嘛會到位，請問恁要假做拍拼，還是就直接休困準拄煞？休困好啊，哇，我想要衝呢，要要衝啊！演一個啊我！衝，加減背一下。而且行過頭應該嘛算是贏吼，啊，袂過頭，袂過頭。沒過頭好。人都溫書的，你都假做做拍拼，人才會叫做較袂心肝遐艱苦無？哦，我驚你去加一個衝過頭會安怎的。哇！你真正是講我心機足重 ，Oh my god！好啦，頂個摕到這個機啊吼，咱這個兩陣就是愛去搶這支機啊，耶！恭喜大家完成這個比賽，咱來算分數。耶！咱這粒章是1分，金色的章，無人摕到，這嘛無人摕啊，我到。覺得這就無蛋。唔對，這水球是黃金的包銀的，總是有價值的，所以是1分。啊，這個機啊是10分，所以咱哇，啊。莫大做的回得足濟分就對，應該是贏，應該是免算啊。哇！安尼咱恭喜拍破啊鼓勵者，耶！好帥氣啊！耶！啊今日贏有獎品，我有先甲恁，我敢有先甲恁講，我唔知啊，無我唔知啊。講，唔知有這項代志。係我這個獎品就是章，章對，长哦，什麼款的章？什麼款的章？煙豆的章。大家好，我是肉粽精靈阿火。迄個贏的這組，會當下願，我會當實現恁的一個願望。甲我感情上好的落山，佮有氣候，恁會使下願啊。會安徽章，真正是會章。嘿，係什麼款？我若做會到，我就會做。你會使下願叫我做什麼款的節目，還是叫我甲你聯動，還是叫我去，不是叫我是，去做一寡其他的代志。嘿，一時安尼叫我想，我嘛想袂出來呢。好，不要緊，你會使保留這個願望，到你想起來的時陣才來下願。你吃好好有無？我丟發票，你放棄，你直接放棄。我伊是講丟發票咧。哦，你要丟發票，這我無法度鬥相共，我都毋是財神哦。好，不要緊，安尼咱就進入迄個。安尼我嘛保留好啊，我會保留。兩位都保留起來。那呢，我敢會使看花枝話，你甲伊哩黏貼貼的圖。會使。哇，不對，毋是敢若我受傷嘛，安尼無問題啊。會使，我和你鬥陣做伙，無要緊。是我要實現你的願望，你就是硬要共拖落水是安怎？對呢，我是無差，我是無差。我就是要看到这，我就是要看到恁難分難捨。哇哎呀哇！對啦，真啊！好，大家有要宣傳的無？笑甲足忝的。哦，真正，但笑甲無法。咱先為吃好好有啥要宣傳的無？暫時無，暫時無好。安尼咱塔努基亞上有要宣傳的無？我想看覓哦。好，你先看覓。我
我无要宣传的。毋是六月初五有啊，有节对吼，对无？你会使，你可以讲中文的你看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我看卖哦。嗯，大概来，初五会要到啊。对，真紧呢。嘿，对对啊，啊，六月礼拜呢？初三啦，初三哦，初三，初三哦，有要介绍一下，你要创啥吧？我要介绍台湾的工艺要怎么讲？钢的，工艺哎，嗯，耶，台湾的工艺，哇，哦，耶，嘿，工艺节，哦，伫咧草屯，嗯，哦，哦，耶，耶，有意思呢，有介意台湾钢的，爱去你去看。讲嘅，嘿嗯，耶，耶， 6月初三暗时8点半，暗时8点半，多谢伊利，别，到宣传，到宣传，哇暗，时8点半，大姐连暗时接无？8点半，我大姐，我哦，帮人啊藏一个，是，我找一个啊，耶，刚才到三工，哦，找着我已，经，哦，好找，好，直接看有讲遐啊，都有啊。已经布置好势啊哦，哦，有人留话，哦，工业中心已经有物件啊，哎呀哎，呀，水哦，有意思，好，安尼咱伊利有啥要宣传的无？我想一下，最近就是节目的宣传，但毋过咱后回节目已经爱到6月12号有电台，嘿。啊，这段时间我看是，这段时间应该是无，也毋过咱算，无，歹势，无啥物要紧的代志。无问题。安尼大家就是爱等到12号才有通看的对。大家会使来听电台，听我和我的 partner 来开讲，安尼。好，无问题。安尼咱木灰有啥要宣传的无？即马我的频道，是讲频道吗？哎，嗯，会使。哦，好，即马我的频道咧冲1000人的，哦， Hello，不会讲话，另外，就是追随，嗯，冲1000人追随，对，所以若有兴趣会使暗时来开讲，或者是听我讲话，陪恁困，嘿。哦，若是有兴趣会使来找我来耍，拢是伫Twitch对无？对，伫退区无咧食，甲你大家忙咧呐。好，大家会使去Twitch。多谢，好，多谢，困袂去的，会使去讲是听了会较好困是吧？听了真好困。我是毋知啦，毋过安尼，大家拢安尼讲啊。毋管有困去啊无，或者会使家挂一个台嘛，袂歹。对，多谢。好，安尼有啥不满要甲我找的有无？无。好，那无咱就甲大家。会头顾，那有做给讲错。我是无要紧啊，我惊讲恁有不满无讲出来，安尼嘛毋是法嘛，所以。对啦。想到落山讲有要宣传的无？对啊。老高气，歹势。真正感情，真正心改啦！哎呦，太安尼，哎呦，你安尼吼回击，歹势。其实我嘛无啥物宣传的，大家当来我的推特来找我耍。我最近拢 po 一寡有诶无诶。
我爱看，讲有影，讲真诶是真正爱看，真正爱看，真正是爱看。哇，多谢。对啊，若是有较爱看台文诶朋友，更加爱看，因为落山拢配台文诶足济。嘿，会当做回来练台语，做回练台文，拍字。嘿啊，嘿，因为我有一寡观众朋友嘛是有想要加练台文诶，真正足推荐，会使甲落山开讲安尼。拢来，我是重度手机啊使用者，所以有这个机会，咱甲伊开讲诶啦。基本上拢看会到啦。OK， 安尼我嘛妄宣传一下好啊。好啊，来，大家可能有一个困扰吼，就粽食袂了吼，我明仔载要来食粽，嘿。明仔暗时7点，也是7点半，我煞袂记。嘿，这原底无伫周表顶悬，毋过我会食粽互大家听，所以有想要看我食别人的粽的。原来是 ASMR。是。今年要还嘞，今年无粽汤吃。安尼哦。啊。我明仔载我上高你遐。先叫因兜无包啊嘛，对啊，拜拜就休去啊，所以讲就无粽汤吃。大家若是有食袂了的，会使摕出来。嘿，加冷冻，加冷冻，无就寄一下相片，互伊片芳安尼。安尼敢袂伤超过，应该是会。我过分哦！人讲袂啦。我讲袂好，连咩都来搭一寡粽的图。会使看图啊，配饭安尼，嘿。哇，足过分呢！好，规日就是安尼。搁有就是迄个后礼拜要看大家变数吼，会使来斗过，嘿，讲了。搁有啦，有一个足无重要的，就是我发现迄个 Twitter 顶边有一个功能，或者社群，所以我有开一个，互大家会使用台文的，然后想要练台文的，会使来我这个快乐朋友的群内底。是，大概就是安尼，耶，讲煞，耶，来真正足感谢，今仔日5位朋友做伙来说，耶。下头啊！所以我要一边食粽，一边看袂出。毋是食粽是明仔载，变数是后礼拜差足济。虽然两工无共的代志，后礼拜啦。哦，你数学无好哦，评我较歹哦。安尼有味，等咧。好啦，伤过有味。对，我无遐尔，嘿，好。无遐重口味。是。安尼。跟大家讲再会啊！哦，拜拜，大家安安。